吼，人讲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吼，当咱遇到不如意的代志，有当时啊呢，在逆境内底呢，会当互咱更加成长。所以讲，当咱遇到逆境的时阵，如果咱会当家己转换念，吼，凡事往好的所在去家想，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当行得搁更加的快乐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咱爱识透因缘心，因缘灭。哦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拢只不过是一段因缘而已。当然，既然是叫做因缘，就是呢，吼，有一天就会分开。也就是讲，下若因的时阵，就是大家和咱有缘的人相聚的时阵；那下若尽的时阵呢，就是分开的时阵。吼，就是讲，咱来到这个三苦的世界，这拢是假境。吼，咱爱用咱的真正的智慧呢，去甲伊识透。吼，咱毋通互外在一切外观呢，一切咱的感官呢来入着来看这个世界。安尼呢，咱会当吼过到搁较好。咱今仔日为啥物要来修道？修道呢，并是为着要追求啥物，得到啥物，而是要单调咱内心中遐个本色，命理、温爱、七情六欲。三毒四俗、五蕴六欲，七情甲发射。当咱内心有这个本色的时阵呢，会当讲几乎把咱的心规粒心，拢拍咱连气嘛要喘袂过来。但是咱若当真正把这个本色淡掉的时阵，就咱所淡掉内心上一块石头仔共款。吼，若无放下，就积了一大堆。那咱来看咱这身躯。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粪扫场啊？所以讲呢，吼，咱爱知影，咱每一工就是拢有真侪看法、甲做法，伫咧困扰着咱人的心。这是咱上经文内底甲咱讲的吼，讲自法。提醒伫咧互咱家己，互咱家己无法度通去解决。所以讲快乐甲痛苦。就在一念之间，吼烦恼甲解决嘛在一念之间，也就是讲一念之间是生甲死的分界线。那一念之间呢，也就是天堂甲地狱的内涵。那咱何不甲咱的道心修得来？吼，时时向着咱自己讲，我的自性呢，伊是本是一粒光明的摩尼宝珠，伊是我生命的泉源。希望的灯塔，伊是公平的，伊是清净的。因为佛经内底甲咱讲吼，伊讲心田不长无灵草。在佛经内底就甲咱讲，伊讲心田不长无名草，吼，心地上开智慧花。所以咱的内心，就爱时时保持着迄份的光明，吼，咱毋通执着着一切，毋通为着外在，吼外境甲咱所掠。咱玉祖慧能大师伊嘛曾经讲过，伊讲菩提的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。治了成佛，吼，咱今仔日修道，就是为着生死大事；修道，就是为着要行搁较远的路。所以咱爱定定问咱家己，吼，咱毋通互外在的好歹、是非
而来表达咱清净的心。那咱要安怎来做心灵的改革？学校就以着几点呢，来甲咱共同学习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爱尊重好心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爱存好心，心中爱时时保持着清净、光明、慈悲、布施的念头。咱身为一个修道的人，咱今仔日咱随地食素食，咱的行为爱素，咱的心嘛爱素，这较是慈悲的意思，较是心哉的意思。嘛，咱随地食素食。咱无咱心无慈悲，安尼呢，就毋是叫做心口合一。有一寡人有可能在咱修道当中呢，咱会看到就是讲，伊虽然食菜清口，对动物呢，伊毋敢杀生，怀着慈悯的心，但是佫是会为着一点仔小代志、小错误，伊就会和人计较，和人还价，安尼就是一个真正慈悲的人啊。咱今仔日为啥物要来食菜，要来清口？就是因为咱要来学习着仁道。仁道呢，就是科学文字所讲的中恕之道，中恕之道。那这个仁呢，就是爱有仁慈的心、慈悲的心。咱会当定定去关怀别人。包容别人，安尼确实真正叫做知。并毋是讲食菜，今仔日来食菜，咱大家就当辛苦人诶。咱食菜只不过是要传迄因果，咱无爱欠人利益。如果讲咱认为讲食菜就当辛苦人，那咱来想牛和马，伊嘛是拢食菜，按照每一只牛、每一只马，拢会当辛苦人嘛。所以咱就爱多用菩萨的主眼去看待咱四周的人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有甲咱讲伊讲人有人别之分，但是咱的佛性却是无人别的分别。伊的意思就是甲咱讲，虽然讲小人拢来到这个三宝的世界，有美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台湾人，有无共款族的人。但是咱的佛性呢，却是无有分别。伊搁甲咱讲伊讲下人，咱伊嘛有上上的。虽然你较看伊是做田人，但是人伊的智慧，嘛非常的好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人甲人相处的时阵，咱袂当依着咱的看法甲做法，认为讲我讲的安尼就对啦。主观上重，大家拢爱听我的，安尼就毋对啦。咱应该爱用着呢，慈悲的心，用着包容的心，用开化大义的方式，去取代着一切的和咱无共款的即个想法。因为呢，咱人拢是人，人本来甲咱讲，咱是微生。咱是微觉的众生，所以咱既然是微觉的众生呢，就是讲咱人拢是人非圣贤，在咱日常当中呢，咱可能会有一寡过失，所以咱就爱去家了解讲，不足的所在，往往拢会有。在修道过程当中呢，如果人的看法，也是人的想法和咱无共款的时阵，咱就爱去家包容，
就是爱学习要安怎讲好话。在训练改革内底呢，第二点就是咱爱学习要安怎讲好话，故文字谨言慎行，非礼不言，非道不言，非德不言。咱咧讲话爱到讲好话，用慈悲的言语去讲给善言，望爱讲一寡是非的代志，咱爱会晓咧应福用善，因为呢言语若无正确。不但会伤到别人，嘛会断咱的菩萨道因。而且咱修道的人要多种方法，首先就爱非礼不言，非道不言。但是呢，往往毋是安尼，就是讲世间人的人甲人相处一个久，见面的时阵，拢爱讲一寡遐无气塞啊，或者是遐有诶无诶，咱拢袂晓讲咧关心咱家己，看咱家己敢有过失。咱迄当在咱新环山中，开法会的时阵，电万师伊就讲咱第一步为虾米就爱8分开2分开。8分开2分开呢，就是讲咱8分爱看咱家己，2分较看别人。但是咱毋是安尼，咱讲2分，2分看家己，若是爱8分看8分看家己，咱讲8分呢去看别人，2分较看家己。所以讲，咱拢常常会当看到别人的过失，别人的毋对，咱袂去警惕着讲咱家己的过失是对的啊。咱修道人要多种方法，就爱会知影，爱会晓免非礼不言，非道不言，非德不言。而且修道呢，的人呢，毋通定乱骂，因为呢，有当时咱人讲定定拢有恶口，生气的时阵就要骂人。往往呢，拢会骂着咱家己。即只呢，互我着讲一个笑话，就是讲有一位三轮车夫，伊载着一位90公斤的妇人去到凤山附近的山骹。那迄段路呢，拢是小路，而且是一个坎一个坎无平。即个时阵呢，无拄啊好，煞车咧看咧伫一个车坎内底。那坐在即个车顶的即个大姑的太太呢，因为原本就是坐啊诚舒服，煞拢伫咧拄久。那当车咧落咧车坑内底呢，挂落的时阵呢，规台车拢顶落去。即个妇人人呢，总规车顶呢，挂落来伫车坑。因为伤过大块啊，所以讲当伊要爬起来的时阵呢，就歹爬起来。那伊要爬起来的时阵呢，伊就真上气，一直伫咧骂讲无啦无啦，你是伫咧载鬼，还是伫咧载死人啊？即个三轮车夫呢，伊较笑笑来讲，哪有？我也无载鬼，也无载死人，我干那载你尔。所以讲咱在修道过程当中呢，咱爱谨言慎行。第三点就是爱会晓去做好事。
第三点，咱爱要安怎去做好事？教会别人，就是伫咧做福自己。迄若咱第一件好事，无过于劝人行善。圣地甲咱讲哦，伊讲我愿天亲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。咱今仔日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咱爱奉献咱家己，为兄弟姊妹加做一寡代志，爱较袂白白浪费咱的生命。不管着几在以行，咱爱要知影要安怎发心，倒行善事，倒做佛事，伊就是真的脚步，自己的心肠去做代志，这才是合宜利用上好的方法。有当时咱若拄到一寡好的代志，咱嘛认为讲，迄只不过是小事而已，咱毋通安尼想。因为呢，前夫伊甲咱讲，只要你付出一分的心，就有一分的果。一个人会生甲死，在冥冥之中，佫亲像有安排，这就是先天的命。但是咱来当即先为着离久之，无论是咱的相貌，也是咱的命运，拢会改变的。所以讲呢，立心处事。对人对事呢，无亏咱自己的心，这是咱延寿年岁上好的方法。我倒来讲如果讲呢，一个人呢，伊若胡作乱为，拢为着家己，无管别人的死活人呢，在无形当中呢，伊嘛会减轻伊的年岁。这也就是天道无私、因果循环的道理。因此，咱的心。咱爱定定顺着善良的心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在咱四周围内底，咱若看到急难的时阵，咱爱伸出援手去帮助伊。那即是讲呢，咱今世的命无好，相信讲也会改变的。所以讲，一个杀过人，或者是救过人的人，无论是伊的相貌，还是命格，爱伊的五行。拢有真明显无共款的变化。而对一个有咧修行的人，咱都会当家己看到，在伊的言行之中，咱拢会当感觉讲，这个前行者伊真慈悲，无形当中呢，就会当流露出迄种学佛的尊贵。一只呢，互学特别依着一个故事来甲咱注意前行强烈。就是讲在这个清朝和年间。有一个大神，伊的名叫做白剑锋。听讲这位白剑锋呢，伊是出身是平家的子弟，但是呢，人伊天生聪明，人缘真好，心地阁真善良。那有一年呢，就到了开考会试，有几位好朋友呢，就相招伊讲，考试都要到啊，咱明年才当做伙到京城考试。可是呢，白剑锋呢，当听到朋友要招伊去考试的时阵呢，伊的目头煞角角，伊就叹了一口气讲：小弟最近，我连生活都拢出问题啊，我哪阁有依伊的钱？到你到京城考试咧，那伊这几位好朋友呢，知影讲这个白剑锋在这个物质方面真缺乏，真缺乏。那呢，伊就摕钱出来帮伊做衫裤，又搁呢出钱互伊做安家费，使这个白剑锋呢，伊会当顺利和大家到京城考试。当有一天，因行到这个南京的时阵。讲出庙前呢，有一位相命的先生，相命的命运真准。这几位呢，几位好朋友呢，就相招讲，不然咱来找迄个相命先生。这个相命先生甲咱看卖啊，看咱今年敢有考中的希望。那经过这个命相先生甲咱看了后呢，伊就讲，这个人可以用汉人，你可以用进士。又到位内底呢，调团出主事，才是地官。但每一个人的相格、命运，讲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大家听了后，都感觉真欢喜。
生看到房间窗的时，伊迄个头散甲甲，伊就对即个房间窗讲：吼，即位先生，你的命本是属于金平上格，应该是可以储备的。但是我看到你的面上的分毫，眼神失散，吼，你的身躯啊，佫带了无好的气息。你呢，今日不但无有高强的希望，而且呢，经过几工的时，吼，我甲你算算来，佫再8工的时阵呢，你着爱离开即个世间啊！大家听着了后呢，我感觉真惊尔，我讲哪会安尼咧？而房间拢伊本身，伊嘛感觉真不安，无法度啊！伊遮几有好朋友，着劝伊讲啊无安尼啦，你先回去。吼，如果讲你回去了后，经过8工拢无发生代志的时，你较佫到惊声可气，因为大家都安尼讲啊，所以房间风伊真无奈，只好呢照着伊遐几有好朋友的意见呢，吼转路回去。家境贫寒的伊，吼为着要节省路费，所以伊无坐船，一路上呢伊就用行的。当伊行到第5工的时阵呢，因为伊为着要赶紧回去，要赶路，所以呢，伊错过了带旅社的所在，总暂时呢，找一间破庙道住一暝。可是当房间风呢，伊准备要困的时阵呢，忽然间，吼，伊听到有人伫咧哭的声，那伊就随着即个声音呢，行出来到庙外。而当伊行出来到庙外的时阵呢，伊看到在庙前的即个大溪的所在，有一个妇人人，伊带着3个囡仔要准备要跳海自杀。房间风即个时阵惊足紧张的，伊从赶紧走去，将即个妇人人甲救咧。伊就对即个妇人人讲：我狗仔着爱性命，那你为虾米呢？今仔日较要来轻生，而且要带即3个囡仔出来跳海自杀咧？吼，即个妇人人伊非常伤心，就一直伫咧哭。那房间风伊就甲伊问讲：吼，你讲来啊？吼，我如果若做会到呢，我一定尽力甲你帮。那即个妇人人呢，伊就甲伊的处境讲互房间风听。伊讲呢，伊的家境真贫寒，伊为着要呢过日子，每一工呢，只好呢偷头落面，四界去做生意。但是伊今仔日呢，被人骗到10几两的单位，现在身躯拢无钱啊，连要还钱都无啊。伊惊讲伊若回去的时阵呢，伊的翁婿无法度通原谅伊，所以呢，伊只好带即3个囡仔，吼，准备要跳海自杀。这个时阵呢，房间风伊较想着讲，伊要倒来的时阵，在惊啥要倒来的时阵呢，伊遐几有好朋友呢，伫伊的落地啊，摕了10几两银。伊就将这个钱呢，摕予这个妇人人讲，来，这个钱你拢摕落去。吼，天气这么暗，这么寒，你赶紧甲囡仔带倒去，莫互伊寒着。当这个妇人人伊接到这个钱的时阵，吼，伊感觉非常的感激，吼，一直伫咧教这个房间风说谢。那房间风就来讲，倒去紧倒去啊。那当这个妇人人倒去了后呢，房间风较佫回到庙内的所在，吼，准备要困。当房间风困了真熟的时阵呢，吼，忽然间伊在梦中听到人有咧叫伊的声，吼，叫着伊的名的声呢，伊在梦中惊醒，伊想讲，啥物人咧叫我咧？吼，那伊就出来行出来到庙外去看是啥咧找伊。当房间风伊行出来到庙外的时阵呢，吼，即个时阵呢，如雷声共款，吼叫一声，煞规间庙呢一时间拢倒落去。房间风伊惊一条，吼，伊从赶紧透命赶落落去。倒去到厝边的时阵，佮经过吼几工的时，已经超过8工啊。那伊家己想讲，啊，我着拢无发生代志，所以呢，伊着佮赶路到惊城好市。结果即个房间风呢，在1年内底呢，伊高强上悬。吼，父亲咧回乡祭祖的时阵呢，拄啊好经过即个空珠庙遐，
伊就去找伊就改换电话，去找小命先生。伊对这个小命先生讲，10几天已经过了较侪工啊，哪我无去？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要甲伊请教前生理。那这个小命先生呢，伊搁详细甲伊看了后，伊就连声甲伊恭喜。伊讲，这位先生，你面上我的气色呢已经过啊，现在你面上呢带了五彩变成了红彩，而且你今年搁高中状元。这呢，就是因为你在10几天前呢救了几啊人的性命，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就是要甲咱讲，一生会当见贵人，平生会当得到福。帮健康应该想着讲看到倒落来这件代志。有一个姓贤，伊叫做云谷先生。云谷先生伊甲咱讲伊讲人若是袂当达到无心，明心之言。云谷先生甲咱讲伊讲人若是袂当达到无心、平心之言，人免就会被着阴阳气数所控制。咱如果讲咱若被着阴阳气数甲咱控制了后呢，当然人就会有定数。但是呢，嘛只有凡夫俗子，伊才有定数。伊讲吉善的人。命运都受不了他，搁有一种人，就是结恶的人。结恶的人，命运嘛都受不了他。咱注意这篇内面，咱就来回想到云谷先生所讲的一句话。伊讲一个人，若是袂当达到无心、明心之见，会被着阴阳气数来控制，伊命运会互阴阳气数来控制。咱伊所讲的这个无心呢，并毋是讲咱人拢袂当起了任何的念头，无心呢，就是金刚经内底甲咱讲的无为的心，无助的心。就是讲会当顺着咱的本性去做出来的代志。人先分，伊所做出来的行为叫做妙行，也谓之妙行无助。但是咱人毋是安尼咱人所做出来每一件代志，咱拢是有为的，所以咱拢家己独条的。也就是讲人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今仔日无论是对的也好。唔对也好，好的歹的，咱拢会甲这放伫咱的心肝内。那圣贤伊搁甲咱讲讲今仔日，只是讲你做了真济的功德，你在世真侪钱，或者是讲你今仔日度过来的人，你的心缺人嘛认为讲，我今仔日功德做足大呀。因为呢，咱的自信呢本是清净的如果讲你的心啊，就讲我今仔做出侪的功德，那么你的自信就无清净啊。先不伊甲咱讲，伊讲咱就爱受无为之法，嘛受有为之法。因为无为法内底呢，伊无生住异灭，伊嘛无生老病死。这就咱上条所圣贤甲咱讲，咱就爱受有形的生命。那明心之定，这个明心之定呢，就是讲顺善无恶，慈悲喜舍清净的心。咱人若是袂当达到这2点呢，人免会被着阴阳气数所来控制。但嘛只有凡夫俗子，伊照定数，吉善的人，命运都受不了他。所谓的吉善的人呢，就是讲伊会当建筑本性，行菩萨道的人。那结恶的人呢，也就是讲，串着拢为着家己好，我无咧管别人的死活。
自私自利的人，也是讲呢，上陈进心、害人放火人，即种人呢，命运嘛无法度通约束着伊。所以讲，由这咱会当了解，就是讲，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就爱道行讲入定，咱靠力量通转变命运。无这方面呢，咱就会受到过去世的业力流转，受命运甲咱限制啊。真主甲咱讲五日三省吾身，意思就是讲呢，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拢爱时时检讨，时时反省，时时注意咱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如果讲咱今仔日会当时时检讨，不断靠着咱修养的功夫去家下功夫，佮会当安尼就当进一步，使得咱的身心解脱。咱人嘛是会当自我约束，而无去侵犯他人。反正着咱会当施惠别人，向着修养的功夫去家下功夫。那呢，人间就无有计较纷争的代志发生，一定是会当和平相处，同心协力。咱来了解咱若来到这个世间，人间的一切温怨、烦恼、甲得失，这拢是咱的苦恼，这拢是轮回之因。所以今仔日无论咱是初学者，或是咱是学不道理者，咱就爱时时内观，时时内省，才知影一寡思想拢是无意义，拢是道理的。所以甲咱讲天差本无事，用人自了之。学佛的目的，就是要爱咱求得解脱。所以咱每一天就是讲上好会当静落来。伫一天内底咱静落来几点钟，1点钟也好，半点钟也好，甲一切呢，的工课拢放下。咱真正用心来安顿咱的身心，安尼才当找回咱本来的真面目。生活无论在当中，也是静中，一切拢归自然。因为先不甲咱讲一切所结。讲一切所见，刹那依灭；一切所闻，刹那依识；一切所有，刹那依空。就是甲咱讲，咱现在所看会到的、所拥有的，咱认为讲这拢是真的呢，但是先不，可是讲这拢是假的。如果讲咱会当真正离开这种假，相对咱自身的光明正见者。无相、无自、无量，咱会当看到咱本来的真面目。第四点呢，就是爱做心地的工作。以前呢有2间寺庙，那么甲寺庙内底呢？带了10几位的比丘尼，这几年呢，每一天拢是真认真、真伫修行。相同一寺庙中呢，这个朱云尼师，师父朱云尼师，一定呢就是伫讲台讲奇怪呢，对面山呢，的东修门，拢相同是拜观世音菩萨，为啥对面山的这个东修门呢？那会当修持较尔和睦，大家相处
处，大家在相处之间呢，拢会当互相谦让，吼，互相帮忙。那伊就感觉讲，啊，我这项拢袂当。大家来透早起来的时阵呢，就是看到这个丰收呢，伫咧街道，伫咧原家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主婚医师，伊就去拜访这个驾驶庙的主持，伊就甲伊心中的美hiệu讲互这个主持听。那这个驾驶庙的这个师傅呢，伊就笑笑就对这个主婚医师讲，伊讲这讲啥物啊？因为我这个公修门拢是歹人啊。那主婚医师听了后呢，就感觉真奇怪，讲。伊感觉讲，我看到的就是恁遮收啊真好，大家在相处方面拢会当帮忙，会当谦让。那伊的师傅呢，若讲真正拢是歹人啊，实在是无法度通真正得到这个答案。第二天呢，伊就倒去拜访这个驾驶庙。当这个主婚医师呢，伊行入去寺庙内底的时阵呢，在大门的时，伊就看到一个小女师。伊伫咧自责对一个师兄讲，伊就即个小女师对师兄讲师兄，拢是我唔好，如果讲我来当较早起来，甲涂骹离我好势，啊涂骹嘛袂较离啊侪血，互师兄你入来的时阵去厝倒，所以请师兄你原谅我是我唔对。那即个师兄伊就搁讲嘛，伊讲毋是你唔对，爱怪我，怪我。啊，无看好势，啊，一个就走入来，就拼入来，看你跋倒，这毋是你的对。那在这个庙的